中国当局以维稳之名，雇佣大量监督员对居民区进行巡逻，监视不稳定因素，并对宗教活动进行举报。网络员必须经常入户，详细采取辖区内居民信息，并上传到政府运营的统一数据管理平台。调查内容项目繁多，包括身份信息、车辆、房屋情况、家人工作单位、信仰情况、家中人员流动情况，甚至思想状况等等。同时，向居民宣传国家政策也是网络员的一项主要工作。上访人员、维吾尔人士、宗教人士、异议人士、刑满释放人员都是网络员重点监控对象。甚至是一名网络员告诉韩东说，街道办组织培训的时候告诉他们说，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政府怕他们暴动，因此要求我们每隔3天就要到维吾尔人的住处对他们登记拍照。当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亲人被劫为人质，完全被剥夺自由时，任何人都绝不可能代表一个被殖民的民族，特别是表达其真正的内心和世界观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东突厥散维吾尔共和党认为，所谓伊利哈木透合体研究所及其理论是对我们民族的背叛。五眼情报联盟所编制的一份研究档案记载了中国故意掩盖或消灭武汉病毒爆发的证据。由五眼联盟、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情报机构共同完成的长达15页的研究报告，指出了中国的保密性相当于国际透明度的攻击。档案中涉及了媒体讨论过的关于中共病毒爆发的这一主题，包括中国最初否认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让试图警示疫情的医生晋升和消失，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证据的销毁，并且拒绝向国际疫苗专家提供活体样品。档案中记载，中共当局1月20日前一直在否认中共病毒人传人的事实，尽管12月初就有证据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上贴文，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时隔20日后再次公开露面，表示感到很庆幸，而且金正恩似乎看起来很健康。特朗普在推特指出，很高兴看到他回来与安好。朝鲜官方传媒昨日报道，金正恩星期五出席一间化肥厂的完工仪式，期间金正恩笑容满面，打破有指他接受手术后命危的传闻。金正恩上月11日露面后失踪，缺席一系列公开活动，惹外界猜疑他是否抱恙。有传闻称，金正恩接受了心血管手术后情况非常严重。乌兹别克斯坦紧急情况部2日说，乌境内萨尔多巴水库1日发生溃坝事故，造成至少56人受伤入院，约7万人被疏散到安全地带。5月1日6时左右，乌兹别克斯坦希尔河州萨尔多巴水库发生溃坝，大水淹没了水库周边村庄农田。萨尔多巴水库位于该国东部希尔河州，以希尔河而建。水库建于2017年，最大蓄水量9.2亿立方米。